你睇呢度靚到咁樣，仲同人講係養老院，講都冇人信啦。因為啲家私電器咁齊全，仲過屋企啊！哇，正啊 Nice。各位老友記留意啦，如果你覺得退休係人生嘅黃昏，咁你又錯晒啦。如果你想揾一個一樣嘅退休生活，依家機會嚟啦！嚟參加我哋移民大灣嘅旅行團，開啟一場盞鬼又健康嘅康養之旅啦！首先你嚟到院舍咧，你會見到院舍已經設立咗一個健康管理中心，喺呢度你可以享受到全科醫生24小時嘅貼身守護啊！接落嚟我哋要參觀5星級酒店一樣嘅長者房，你見過未啊？裏面有豪華雙人房、1房1廳套房、2房1廳套房都有啊！家私電器全部有晒，呢個手袋就可以入嚟住，借頭爽到震。嚟到中午仲可以品嚐到營養豐富、兩肉兩素嘅長者午餐，美味又健康，正到飛起。下晝仲可以體驗到院舍各種各樣嘅課堂啦，包括篤波、乒乓波、打牌、唱歌、跳舞等等。醒哥，醒下喂！喂！哇，瞓醒覺真係舒服。不如跟我哋移伴大灣走翻轉考察團，實地體驗下先知道好唔好。想快啲了解，一日停有得。中意嘅話，搞到個2日1夜、3日2夜，親身體驗下。係啊，究竟舒唔舒服？你住過先知。直接 WhatsApp PM 我哋，即刻快啲行程俾你睇。